哦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真菌类，什么菇类啊？不能随便乱采来煮面来吃哦。100多年前清朝时代，哦，江苏苏州啦，姑苏寒山市啊，出家人啊，在家居士啊，100多人哦，吃那个好像信徒去外面采那个菇啊，他来煮面啊，采那个菇回来煮面吃，结果食物中毒了，几乎全市都灭亡，多可怕的！这个菇啊，不能野外乱摘乱吃哦，中毒了。万一中了毒，要吃那个什么甘薯粉。新营那个从柳营到新营有那个旧的桥，到了新营延平路头那边有一栋大楼，在路西边啊，往右边就到南光中水了，是在路西边，有叫瑞泰粉行，祥瑞人瑞的瑞，泰国的泰瑞泰粉，什么太白粉啊，甘薯粉啊，瑞泰粉行啊，那边买那个甘薯粉，煮汤来吃哦，解毒了，还是看医生啊，他去看医生，挂急诊都还要等很久，很痛苦的，所以要学会自救啊。哦，你看这路边呢，碎玻璃的多危险啊！那路边都不能随便来这边踩，打草的，可以把那个你看那玻璃瓶都打碎了，不能随便到这个草那边乱踩，打草要注意安全。